話說最近廣州嗰邊真係好熱鬧，先係天有異象，紫橙黃綠咩色都齊晒嘅極光，再有廣州塔開咗掃描模式，搞到行人呢都以為自己走咗入未來科幻片。咁多整色整水嘅嘢，無非都係因為全運會廣州要搞靚個 party， 要俾全世界都睇下自己係幾有活力嘅大城市。但係官方嘅文旅口號竟然係嗨人廣州，嗱，我冇講粗口啊，冇講粗口噶吓。自2023年開始咧，廣州文旅全新打造咗呢個 IP 口號，而且仲好唔簡單。人每個字母咧都意義非凡。Y 美味 O 開放 U 唯一 N 夜晚 G 優雅。聽落咧都幾青春幾潮，但講真啦，你真係夠膽喺街度讀出嚟咩？老實講，我都練咗好多次咧，先夠膽開口，搞得出呢條口號出嚟嘅。好明顯呢，一啲執筆人呢都唔係真係廣州土生土長，或者根本就唔打算用廣東話做落地推廣。你試下同一個嚟自廣州嘅朋友打招呼啊！你好嗨樣啊！你估佢會點啊？最好笑嘅係呢條口號竟然認真咁喺廣州文化旅遊推薦會出現過，其中一站仲去咗澳門，真係唔知當時喺現場嘅朋友有冇笑到噴茶。市民同網民都忍唔住發揮創意改造條口號，穗係廣州嘅簡稱，口號應該叫你好嗨樣穗。仲有網民話本地人們認真讀書考返個公務員啦，而家已經嗨樣啦，以後無知就係靚樣咯。你睇下，本來官方呢都想整個潮流 feel， 結果變咗做全民創意大賽，睇到大家齊發揮想象力，你都唔知係笑啊定係喊好。更加好笑嘅係呢條經典嘅 slogan 呢，而家已經落咗架，變咗做咩啊？花開廣州，盛放世界，雲山珠水，吉祥花城，又變咗花城運吉啦。至於係咪藏頭詩呢？各有各理解啦。老實講 Channel V 呢唔係想否定呢個文旅創意，用咗一個英文字去做口號，好似好潮，但係又唔貼地，用咗1 5個字母咧去解釋，聽起嚟幾高大上噶，但讀起嚟又怪咯。不過見到市民齊心發揮腦洞，應該係史上最高參與度嘅城市標語，至少大家都開心，唔係白搞一場啦。你哋又覺得呢個口號係創意定係粗口？你又有冇試過讀出嚟？會唔會忍唔住笑出聲呢？鍾意條片記得俾 like 同 subscribe， 繼續支持 Channel V 出更多精彩片。我哋下次再爆料更多奇葩文旅宣傳。Channel V 會員計劃正式啟動。Channel V 開台以嚟承蒙厚愛，多謝大家一路支持。經歷種種風雨，環境雖然充滿挑戰，不過同各位一齊行，相信我哋一定可以做到堅持報道，以民為先。好多朋友問點樣可以實質支持，今日我就話俾你知 ，Channel V 會員計劃正式啟動，4種不同計劃任君選擇，當然仲可以請我哋飲杯咖啡添。詳情可以登入呢個連結。一切事情得來不易，感激有你同途並肩。Channel V 有你哋，我哋先可以行得更遠。記得登入連結，多謝各界支持。